3月24號就係世界防爐日，肺癆即係肺結核，相信大家對於禁止隨地吐痰嘅呢一塊牌都唔陌生。呢塊牌就正正反映住肺癆係香港嘅頭號殺手，嚴重威脅市民健康嘅傳染病。雖然現代醫學進步，但係根據2024年世衛報告指出，肺結核已經取代 Covid 成為全球頭號嘅傳染病。喺香港每年大約都有4000宗嘅肺結核個案。比起歐美國家嘅數字咧，屬於偏高嘅。今日醫識就請嚟呼吸系統科醫生郭旭龍醫生去為我哋講解下肺結核究竟係咩一回事，有啲咩症狀、治療方法同埋預防方法啦。你好啊，郭醫生，我想問其實肺結核係咩一回事咧？佢會唔會傳染俾人嘅咧？嗱，肺癆咧始終都係一個空氣傳染為主嘅疾病嚟嘅。咁即係話有一個肺癆病人，當佢咳嗽啊、吐痰嘅時候咧，其實將啲細菌咧就散佈喺個空氣入邊嘅。當另外一個人吸咗入去個肺度嘅話咧，就會形成個感染噶啦。嗱，佢係一個傳染病啦嚇，咁但係咧咁大家都有沙士又好，新冠又好嚇，都有好多呼吸道傳染疾病嘅經驗噶啦。嗱，肺癆病咧係呼吸道傳染，但係又冇呢一類型病毒性咁高傳染性嘅。OK， 通常我哋最常見嘅咧就係喺一個密閉空間長時間接觸，例如家居，又或者一啲高危嘅地方，例如老人院舍啊，一啲弱智人士院舍啊、監獄啊、一特殊學校啊、庇護工場啊，或者醫護嘅一個場所等等咧，咁先至會係一個比較高危啲嘅傳染嘅狀況嚟嘅。喺日常嘅接觸啊，一齊食餐飯啊，甚至乎一般嗰啲工作環境，你話喺大規模嘅爆發咧，其實都唔多嘅。咁所以家居傳染咧，依然都係一個好主要嘅疾病來源嚟。咁如果真係患上肺結核嘅話，其實有咩症狀？係唔係狂咳就代表係出事啊？嗱，肺結核咧係一種細菌嘅感染啦。但係佢係一種慢性嘅細菌感染嚟嘅。第一個階段咧，當你吸咗入去啲細菌咧，其實佢未必即刻會形成感染嘅，佢會可能住咗喺呢個肺部一段長嘅時間。佢就會喺個病人，如果佢個抵抗力突然間變差服用緊啲藥物令到嗰個抵抗力弱咗啊，甚至乎開始年紀大啦嘅時候，突然間咧佢就發翻出嚟嘅。可能咧你有一個接觸到一個肺癆病人5年、10年之後咧，你先至會病發㗎喎，幾十年都可以嘅。病徵咧嗱，其實咧初咧都係好唔明顯嘅，佢一步一步的咁多，慢慢咁咧喺身體上邊咧形成嗰個感染，你會覺得疲倦啲啊，出下汗啊，冇乜胃口啊，消瘦啊，跟住去到個肺部個損壞嘅情況再多啲啦，先至可能會長期咳嗽啊。如果肺部嘅結構可能俾個細菌食到有個窿出嚟噶啦，已經開始咳血啊、呼吸衰竭啊等等嘅。當然啦，肺結核咧雖然喺個肺部為主啦，佢亦都可以感染其他啲器官嘅。最嚴重當然係腦部啦，亦都會有肺結核嘅腦膜炎啊、腦炎啊，其他例如腎臟啊、腸臟啊、骨啊等等，呢啲亦都係肺結核會感染嘅常見嘅器官嚟嘅。有時我哋見得到一啲年長嘅長者啦，成個駝背咧，好多時都係骨癆嚟嘅。佢年輕嘅時候根本就未有一個合適嘅治療，可能個肺結核已經係蔓延咗去脊骨嗰度，破壞晒整個結構咧，所以先會形成呢一種比較嚴重嘅駝背。咁其實肺結核會唔會導致有肺癌呢樣嘢？肺癌同肺結核咧其實冇直接嘅關係嘅。所以咧就我哋針對住肺結核咧嘅病人咧，我哋主要都係治療個肺結核為主。當然啦，有啲吸煙人士咧，佢既會增加肺結核風險，又會增加肺癌風險。所以咧有時咧都會見到同一個病人入邊咧，既有肺癌又有肺結核嘅。咁有冇話邊類人咧係比較容易感染肺結核嘅咧？現時最多嘅新症咧，主要係一啲幾十年前已經感染咗嘅長者啦。年紀大咗，抵抗力開始老化，係幾十年前惹落嘅病，而家復發啦。即係話咧，一個長者如果佢復發咗，又唔係好為意喎，因為好慢，亦都唔係好明顯嗰啲病徵。咁佢開始咳嗽嘅時候咧，其實一路都散播緊細菌，可能屋企入邊其他另一個長者啊，
又或者其他一齊住嘅家人咧，都可以通過呢啲途徑嚟感染嘅。咁如果真係不幸患上肺結核嘅話，其實可以點樣治療咧？嗱，肺結核咧現時咧喺香港嚟講啦嚇，藥物治療咧都非常之有效嘅。加上咧我哋已經有超過50年嘅直接觀測治療呢一個方案咧，喺香港多重抗藥性比較難治療嘅肺結核品種咧，其實唔常見嘅，比較少嘅。咁即係話大部分一線甚至二線嘅藥物咧，都能夠有效可以殺到肺結核嘅呢隻細菌噶啦。嗱咁基本嘅療程咧，就大概最少需要6個月嘅。頭2個月咧食嘅藥物可能比較多啲啦，咁令到殺菌嗰個速度咧會加快。之後嗰4個月咧，就可以食少啲藥咯，但係都未停得嘅嚇，因為咧你會唔好忘記咧，肺結核咧佢依然咧有啲菌咧好活躍喺度生長緊啦，有一部分咧喺度瞓咗覺想匿埋嘅，佢會不定時咁樣醒一醒，又想增生，你又如果仲有藥物嘅話咧，亦都可以將呢一部分嘅細菌殺咗。咁所以咧大概去到6個月呢一個咁短嘅療程咧，可能大部分冇乜特別其他併發症、慢性疾病嘅人士咧都可以停噶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本身抵抗力弱啊、慢性病例如糖尿病啊、腎病啊等等啦，又或者食緊一啲壓抑免疫系統疾病嘅藥物，例如類固醇啦、生物製劑啊、抗癌藥啊、化療啊等等咧，個治療嘅療程就要延長噶啦。咁就會唔止半年咁樣。半年。咁我想問需唔需要做隔離㗎？嗱，大部分嘅發病嘅病人咧，其實咧都有一定嘅傳染性嘅，佢個傳染性咧都有分高低啦。尤其是一啲叫做開放式嘅肺結核病人咧，個肺部已經有一個好大嘅範圍，俾個細菌咧就破壞咗，變成一個大嘅窿。其實裏邊住咗好多細菌喺入邊嘅。你每一次嘅咳嗽咧，可能咧噴緊數以百萬計嘅菌出嚟嘅。呢一類型嘅病人咧，全部都需要隔離噶啦。香港嘅醫院咧，都會有呼吸系統科嘅隔離病房，係專為呼吸道感染會感染其他病人啦，尤其是肺癆病嘅病人咧，一路住落去，直至到咧確認咗佢唔會傳染其他人啦，感染嘅程度咧就變成好低啦，咁就可以翻屋企繼續食藥啦。一般咧，我哋嘅計算咧，要計翻個菌量啦嚇，每食1個星期嘅藥物，大概咧會少咗10%嘅細菌咁啊，通常去到食到1個月咧，已經一般嘅病人已經去到一個菌量低到可以翻屋企嘅情況㗎啦，唔需要隔離㗎。咁俗語有云咧，預防勝於治療啦。咁喺不幸確診之前咧，其實有啲咩預防方法嘅咧？如果身邊咧或者家人咧出現一啲長期嘅呼吸系統嘅病徵，尤其是咳嗽咧，你應該盡快咧就要去求醫。現時醫學上咧，我哋都希望做得到啦。任何一位人士咳嗽超過3個星期咧，都應該要去照一照肺嚇，甚至乎咧有懷疑，可能要做電腦掃描，睇清楚有冇啲好初期嘅肺結核嘅跡象嘅，見得到個肺裏邊咧結咗啲疤痕，或者有啲鈣化點咧，其實就更加應該要做一啲檢測，究竟去確認一下有冇潛伏性肺癆呢一樣嘢啦。或者想保持健康嘅生活習慣，當然第一均衡飲食啦，定時休息，定時運動，同埋要多啲留意下身體有冇出現一啲唔係好明顯但係持續不斷嘅變化。咁亦都可能係唔同嘅疾病，包括肺癆病嘅一啲初期嘅病徵嚟嘅。咁咧好多家長咧都擔心個預防方法咧，其實嬰兒同埋成人做法會唔會唔同咧？嬰兒如果打咗卡介苗咧，係咪永久嘅咧？嗱，卡介苗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對抗肺癆疾病嘅一個疫苗嚟嘅。由50年代開始咧，基本上全港嘅初生嬰兒咧都會接種卡介苗噶啦。如果未有卡介苗之前，嬰兒如果感染肺癆嘅話咧，係有機會咧蔓延去全身各個器官咧，令到多重器官衰竭，同埋有好高嘅死亡率嘅。接種咗卡介苗，尤其是初期嘅兒童期間咧，個保護力係最強嘅。雖然佢唔能夠100%咧預防到肺癆感染，但係萬一感染到咧，亦都只會大部分嘅兒童咧留喺個肺部嘅感染，而唔會影響到其他嘅器官嘅。咁但係隨住時間啦，去到大約成年人嘅期間咧，呢一個卡介苗嘅保護力咧，大概跌到得翻2成嘅啫。咁而再增加嗰個補打加強劑，亦都冇乜特別嘅作用嘅嚇。咁雖然咧佢唔係好完美啦，咁但係咧
對於我哋對抗肺癆呢一個疾病嚟講咧，卡介苗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突破。雖然肺結核多年嚟依然存在啦，但係喺現今嘅醫學下咧，其實呢個病係並唔可怕嘅。如果你又或者身邊嘅人都有持續咳嗽等等嘅症狀嘅話，就記住盡早求醫啦！立即訂閱、點讚同埋分享俾更多朋友認識呢一個咁歷史悠久嘅疾病啦！我哋下集見，拜拜！喂，睇完片仲唔快啲俾 like、subscribe 同 share？